大家好，我係汪家治 Doctor Joe 隨住年紀大啦，咁中年發福啦，咁有個肚腩咧都好正常嘅。咁但係咧，如果咧增加到變咗有內臟嘅一個脂肪過高，咁其實咧都影響到身體㗎。所以今集咧就會同大家講解下咧內臟嘅脂肪高對身體咧有咩影響啦，有咩方法可以咧減少我哋嘅內臟脂肪，同埋咧可以咧令到身體可以咧健康啲。所以大家記得密切留意啦。講起咧呢個內臟嘅脂肪咧，其實咧就係因為身體咧聚積咗咧喺嗰個嘅腹腔裡面圍繞住我哋嘅肝臟啦、我哋嘅腸道啦、我哋個胃部嘅內臟嘅器官咧周圍都有脂肪。咁主要咧其實咧呢啲內臟嘅脂肪係用嚟咧鞏固同保護我哋嘅內臟嘅。係適量嘅，係必須嘅脂肪嚟嘅。咁但係咧，如果過多嘅時候因為我哋咧冇管理我哋嘅飲食我哋少做運動咧，咁就會出現一啲其他嘅問題啦。例如影響到我哋咧出現咧糖尿病啦、高血壓啦、脂肪肝啦或者咧心血管病，甚至中風㗎。咁所以咧，過多嘅內臟嘅脂肪咧，其實係對身體真係非常之唔好㗎。咁通常咧咩人容易患上咧？中年嘅人士啦少做運動嘅，所以啲人話中年發福啦，個肚咧就會凸咗出嚟，好大個肚腩嘅或者咧你會見到啲男士同女士都會有嘅個腰圍比較越嚟越大，越嚟越大其實呢個咧就風險咧都係多啲嘅。咁但係咧有研究發現咧，瘦嘅人士咧都一樣有呢啲內臟脂肪過高嘅問題嘅。咁所以咧其實未必一定係比較肥胖嘅人士容易患上呢個內臟嘅脂肪過高後生嘅或者比較瘦嘅人士咧，其實都會嘅。如果想知道自己咧有冇內臟脂肪過高咧，其實都有方法嘅。咁第一個方法咧就係攞把尺度下自己個腰圍啦。男士如果咧多過90 cm， 女士多過80 cm， 咁就係有內臟脂肪過高嘅風險啦。咁另外咧，除咗度腰圍之外咧，可以度埋我哋個 pat pat 嗰個臀圍。咁如果咧將腰圍除翻嗰個臀圍咧，個指數男士係多過 0.9， 女士係多過 0.85 咧，咁就代表咧有內臟脂肪過高嘅風險啦。咁第三樣嘢咧就係做咧好似肌少症嘅，做呢個叫做生物電阻抗分析。咁就係一部機咧，咁揸住佢嘅，咁要除咗對鞋，除埋對襪，企喺度，咁經過電流咧就可以檢查到咧身體嘅脂肪啦、肌肉啦內臟脂肪嘅比率嘅。咁之前咧喺肌少症嗰度咧都講過咧，又叫做咧 BIA 係非常之有效㗎。咁如果個指數咧係1至9咧，咁就係正常；10至14咧就係偏高，而15至59咧就係過高啦。咁呢啲咧就係一個比較好啲嘅測試咧，睇得到咧真係 check 到咧嗰個脂肪喺內臟入邊咧係唔係過高㗎。如果真係發現咧自己嘅內臟脂肪過高咧，都唔使驚，都有方法咧去逆轉啦，或者減少身體嘅內臟脂肪嘅。咁點樣做咧？原來喺食物嗰方面咧就要有控制啦，要戒口，唔可以食咁多煎炸肥膩同埋糖分嘅食物啦。咁另外咧有研究發現咧，類胡蘿蔔素即係胡蘿蔔素啦，係可以幫助咧減少身體嘅內臟脂肪。咁胡蘿蔔素係乜嘢食物有㗎？紅蘿蔔啦、番茄啦同埋菠菜，食多啲咧係真係有幫助㗎。點解咁講咧？佢係可以咧抗氧化啦，可以中和咧自由基嘅。咁另外咧就對呢個咧消除呢個嘅內臟脂肪咧係非常有效㗎。咁喺2020年嘅8月咧，
Tomohisa and L 日本嘅科學家咧，咁佢哋咧就喺 Nutrient 啊呢本嘅科學雜誌裏面咧就刊登咗佢哋嘅研究，發現咧佢哋做研究就係日本嘅男士中年發福有呢個內臟脂肪過高嘅，只係食咗胡蘿蔔素嘅食物咧就可以咧減到咧身體嘅內臟嘅脂肪。咁啊，另外除咗咧胡蘿蔔素嘅食物之外咧，原來發現咧兒茶素啊，即係未發酵過嘅綠茶咧，都係可以幫助咧減少咧呢個嘅內臟嘅脂肪嘅。咁啊，原來又係因為佢有一啲嘅消炎啦，可以抗氧化啦，可以咧調節身體咧嗰嘅內臟嘅脂肪啦，同埋咧可以增加咧個身體嘅一個嘅新陳代謝。咁啊喺中國科學家喺北京大學咧就用12個星期啊，就俾中國嘅男士去食呢個嘅飲呢個嘅兒茶素，即係未發酵過嘅綠茶咧。咁啊12個星期內咧就減到咧好多嘅內臟脂肪。咁所以咧喺食物方面咧，除咗戒口之外咧，增加胡蘿蔔素同埋咧嗰個嘅兒茶素咧，其實可以幫助到咧減去你嗰個內臟脂肪。除咗食嘢方面咧，其實做運動都好重要㗎。咁啊，點樣去做運動咧？其實都有方法嘅。咁其實都要做一啲帶氧運動啦嚇。咁啊，最常見咧就做啲叫高強度間歇運動啊。咁啊，其實之前都有講過嘅，講關於運動方面咧點樣可以燒到脂。咁啊就叫做 HIIT。咁即係顧名思義就係咩咧？就係話咧，你可能30秒就係跑步，好快，用晒力去跑。之後咧就唞1分鐘慢行，之後就再好快30秒，之後就1分鐘就係慢行。咁間歇咁樣咧做大約30分鐘。咁啊呢個方法咧係可以幫助到嗰個血液循環啦，幫助身體增加嗰個嘅身體嘅新陳代謝啦。咁啊可以最重要就係咧增加到咧我哋嗰個心跳率啊，大約80%。咁啊呢個情況下咧就可以燒到咧內臟啊嗰個嘅脂肪。咁同埋咧佢好處就係咧做完呢啲 HIIT 咧過咗幾個鐘頭咧個身體咧都不停喺度燒緊脂嘅，咁所以咧效果係好好嘅。咁一陣間咧就會示範俾大家睇啦，呢個 HIIT 啊，咁啊希望大家可以跟住我一齊做咧，去鍛鍊翻個身體，去燒翻嗰個內臟嘅脂肪。喺我手上面咧，有 Dr. Joe 最新嘅交叉型護膝，專係針對有膝關節痛嘅人士。如果你有退化、勞損、扭親或者半月板有撕裂嘅話咧，就最啱用啦。着法好簡單，中間嘅位置貼緊菠蘿蓋，再將大腿同埋小腿綁緊固定，之後再用獨特嘅交叉型綁帶去鎖緊關節，咁就令到膝頭有更加好嘅保護啦。着住佢上落樓梯做運動都唔會再痛噶啦。呢個護膝咧好輕便，亦都容易清洗，仲要左右腳都啱戴。而家咧網上做緊優惠，都係260蚊咋，快啲上 www.drjoeone.com 嘅網站度選購啦。好啦，咁啊同大家講下 HIIT 咧，示範俾大家睇。咁 HIIT 通常咧都係做30秒嘅一個運動嚇，咁然後之後就休息大約30秒至1分鐘嚇，咁啊之後就 keep 住咁樣做。咁啊做幾耐到咧？嗱，有啲人就話做15分鐘啊，如果初步嘅初學者，有啲就話做到30分鐘都可以。咁所以咧，我就會同大家講咧，15至30分鐘咧就已經足夠噶啦。咁啊做之前咧，我哋咧嗱，你見到我咧一定要着波鞋嘅啊，因為點解咧？運動鞋咧就可以咧防止隻腳整親啦。另外我中意地下咧鋪張瑜伽席嘅，咁就變咗咧就有可以地下做埋嗰啲運動咯。咁啊首先咧做之前咧一定要做啲伸展啦，咁我會做啲簡單嘅伸展，咁大家跟住我一齊做。咁然後之後咧慢慢我就會加其他嗰啲嘅元素出嚟咯。咁你就可以睇住嚟做。
我唔會做晒成套嘅，因為點解咧？每一個人嗰個嘅耐力都唔同啊。咁但係我會示範俾大家睇咧，每一個動作咧係點樣做嘅。嗱，做任何之前咧，就要做伸展嘅。咁啊，伸展我哋伸展啲乜嘢啊？伸展下條腰先，我哋將佢轉左轉右，左右，鬆下條腰筋先啊。係啦，咁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咧側腰。一陣間好多動作咧都用腰嘅，啊，你可以咧維持幾秒都得嘅。好啦，雙手伸直，提高，岳高，係啦，之後再向右邊，再向左邊，係啦，鬆膊頭。一定要做呢啲伸展啊嚇！如果唔係咧，即刻做就會整親㗎嚇。好啦，揈下啲手，揈下啲手踭。好，提起隻腳。應該有啲動作都係要咁樣做㗎嚇，所以咧要做定啲拉筋。好，向前。好，如果撳住埲牆都得嘅，轉腳，好，鬆下條頸，向左，向右，岳高，揼低，擰右。擰左，做一個半圓形向下，做埋另外嗰邊，鬆多次膊頭，轉腰，之後向後伸展，向前烏前少少。再向後，向前少少。如果有埲牆撳住，再拉開佢，放鬆。咁樣咧已經可以咧拉咗個筋咧，就會舒服好多啦。好啦，咁 HIIT 開始啦。咁咧第一個咧就叫做開合跳 Jumping Jacks。咁呢個咧我哋係持續做，係做30秒嘅。咁我會示範俾大家睇，就係咁啦。見到啊，兩隻手要拍埋嘅，腳要拍埋嘅，千祈咧唔好就咁樣啊。呢個咧可以慢啲做嘅，唔使太快但係一定要做啱。呢個咧可以咧令到咧心跳加快咁去到咧消脂嘅效果，就係咁啦。呢個咧叫做開合跳。咁你如果做咗30秒之後，咁你就可以停低，咁休息下，行下。咁之後咧就又可以重複咁樣做，總共可以做3次嘅。咁每一次中間咧，你可以唞30秒至60秒咁做，咁令到咧個心肺個功能會好，又可以幫助到消脂。呢個 HIIT 嘅動作叫做椅子深蹲，有張椅有張凳，咁我哋咧就做呢個深蹲。見到嘛？落一落，掂一掂，上返嚟，咁對長者好嘅，因為咧
冇咁容易跌親。就算冇力嘅話，就係坐低咯，挨一挨先，咁都得嘅。咁我哋咧就做30秒啊，30秒之後咧就唞咧30秒至1分鐘嚇，咁之後就再做3組。好，我哋開始，係啦，掂一掂上翻嚟啊！如果叻啲嘅唔掂都得啊，咁但係我建議大家咧咁樣先。兩隻手可以向前咁樣嘅維持一齊做，咁樣伸直，或者擺膊頭度咁你可以咧校住個時間掣有個鬧鐘，咁大約30秒到啦，咁就做呢個動作啦。咁啊做完啦，差不多啦，然後之後咧就可以咧唞啦。咁啊唞一唞，咁啊喐下行下，咁啊又計時咯，大約唞30秒至1分鐘，咁啊之後咧就再做3次，咁啊可以試下呢個動作啦。呢個 HIIT 嘅動作就係咧提手搭腳，就係咁簡單嘅啫。咁咧你唔好睇少，如果做咧都幾用力嘅。好，我哋試下。我哋咧就做30秒嘅，係啦，提起越高越好，係啦，提起，如果想加啲難度嘅話咧，不妨咧單邊做埋呢個，咁呢個咧令嗰個咧核心肌肉都有幫助嘅，提起。就係咁做啦，咁做完30秒，咁啊大家就唞一下。喺我手上面咧就係 Dr. Joe 嘅底骨盤骨帶啦，咁主要咧就係幫助我哋鞏固我哋嘅底骨啦，同埋盤骨嘅，特別係適合我呢啲咧中意翹腳啦，或者係有腰骨痛嘅人士都係非常適合嘅。咁點用咧？好簡單嘅啫，我哋將盤骨帶放喺前面盤骨兩邊骨頭嘅正下方。輕輕咁樣綁起，再將左邊嘅帶咧拉向右邊黐住，右邊嘅帶咧拉去左邊鎖緊黐住，咁就可以鞏固到我哋嘅盤骨同埋底骨噶啦。呢個咧係針對你嘅盤骨移位啦、前傾、坐骨神經痛、椎間盤突出或者行路冇力嘅人都係好適合嘅。另外咧，經常坐啦或者係生完小朋友嘅女士都係非常適合噶。咁咧呢一條底骨嘅盤骨帶咧係愛嚟鞏固我哋嘅盤骨啦，令到佢唔會移位嘅。咁所以咧我哋係可以24小時戴住啦，佢唔會好似腰風咁樣傷害到我哋嘅腰骨肌肉啦。其實係非常適合一啲長期有痛症嘅長者嘅。而家咧網上購買嘅話咧係只需要200蚊㗎咋，大家記得即刻撳入 www.drjoewong.com 呢個網址度選購啦。呢一個咧就叫做爬山式，咁地下鋪張席，咁見到嘛？咁樣好似做平板咁樣，但係唔係平板，係咁樣，見到嘛？收起核心，隻腳就向前，膝頭向前，咁我就做30下，都幾攰嘅，所以又要做核心肌肉，又要做腿部，咁所以咧，如果咧大家唔係好夠力嘅時候咧，就可以唔好做呢個，但係就示範咗俾大家睇咧，咁你有興趣嘅就可以做呢個啦，咁都係咁講啦，做30秒，做完30秒之後咧，就休息30秒至1分鐘，咁就可以咧，增加我哋消脂。內臟脂肪嘅效果啦，咁大家要試下呢個啦。呢個 HIIT 嘅動作叫做交叉腳。咁交叉腳點做都好簡單嘅啫，就係咁啦。
咁我哋咧就可以做30秒。屈低少少，大約咧膝頭好似去到90度嘅。都幾攰嘅。如果做得快，因為要練力噶噃。咁咧，如果咧覺得太容易咧，我哋就做嗰條交叉腳嘅跳啊，即係咁樣、咁樣、咁樣、咁樣。但係咧，如果膝頭哥有事嘅人咧，就唔好啦，就做翻呢個。其實都已經好攰噶啦。咁但係咧，如果大家膝頭哥冇事嘅話咧，不妨就係咁樣做啦，互相跳。你叉住條腰做。咁咧，因為呢個咧會用多好多咧嗰個嘅腿部肌肉嘅，咁所以咧視乎你啦。你可能好似我咁樣，又做啲普通嘅交叉腳，之後咧可能做2下，咁樣咧做30秒，然後咧做3組。剛才為大家示範咧嗰啲 HIIT 啦。高強度間歇運動咁啊，大家不妨試下做啦嚇。咁啊都係咁講，如果做嘅時候有痛有唔舒服，就要停問一問醫生。如果中意條片，記得介紹俾你嘅親戚同朋友，俾個 like， 訂閱我頻道同埋要請按鐘，仲要記得留言俾我啊！加入成為我個會員，會員區裡面有好多咧會員先睇得到嘅影片，包括咧我3本書啊嗰啲嘅運動全部可以睇翻，一度睇咗本書。一度跟住做運動㗎，咁我喺度咧，祝大家身體健康，我哋下次再見，拜拜。Dr. Joe, Dr. Joe, Dr. Joe, 健康